了所是关心所欢喜。咱共款念第一节、第二节来。了所是关心所欢喜，你所望了得速得了。了知谁他心为我意，我可离心为安了。你的经历让我梦寐，心里的浪比流尽头，醉里的浪诉离温柔，了所以我所求。最后咱来念圣诗24首，圣诗24首。我心学乐志愿上帝。我心学乐志愿上帝，阿弥陀佛，依我的上回一地下的我，但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早起，搁组织你所听的正经字来到你的面前，为如来敬拜你。主啊，阮知影虽然世界在变迁，历史在改变，阮有战争有疫情，总是主啊，伫你遐有永远袂当摇动的国度。
求你加添阮对你的信心，阮要仰望你，直到主你搁再来的迄一天。安尼感谢祈祷，愿主你对头到尾，接纳阮所献上的敬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咱请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称赞伊，着弹琴称赞上主，弹琴唱好听的诗歌学乐伊，着用喇叭甲扫角伫上主咱的王面前出欢喜的声。请咱大家三角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24首，请大家起立来吟。
我心学乐志愿上。请人下头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感谢你。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的主日，阮满心欢喜来敬拜你。愿用诗歌、赞美来学乐你，也要用感谢、祈祷来尊荣你的名。主耶稣，你听阮。你知影，阮诚做女儿，会当来孝顺父母。阮求你，互因脱离年老的病痛甲孤单，伫世上会当享受天伦之乐，心中有主同在，常常祈祷感谢，有平安甲喜乐。主耶稣，你听阮，你知影，阮诚做一个家后，爱理厝，爱顾家。阁有职业妇女，阁爱帮忙趁钱，生活济挂虑操烦。求主帮助阮，伫个每一项代志会当分别为圣，透过服侍甲智慧，用祈祷成做阮随时的帮衬。主耶稣，你知影妇女软弱，阮心内受苦的时，也甘愿会当付出心甘情愿。因为阮常常流目屎来祈祷，祈求你是互阮会当坚强的力量，甲活命的源头。阮伫个家中诚做双手祈祷的母亲，阮也要诚做妇女的大军，三角出来服侍你，出来做见证，建立社区，做志工帮助人，随时爱讲主的故事，报扬主的福音。
我们将这一切荣耀拢归主耶稣。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人三角来交托启应文第19篇，也就是诗篇第84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主的殿，要甲昏去。万军统帅的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嘛要伫你的祭坛边做收。伊徛伫你的殿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大蛇的山谷，拢要变做泉源。因要行愈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主啊，求你眷顾。你伫你的殿点一日，我宁可点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予阮恩惠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请人三角来讲授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10章38节到42节。耶稣甲门徒继续行，耶稣入入一个庄头，有一个妇人人叫做马大，予伊接待。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坐伫主的脚前听伊的教示。马太为着接待代志多，心杂作，就来甲耶稣讲：“主啊，我的小妹放我一个人伫帮，你哪会无要无紧，叫伊来甲我斗3工？”主应伊讲：“马大，马大，你为着代志多，在挂虑超烦。所需要的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叫着上好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咱继续唱。这时，请妇女团去来学乐救主疼痛的声。
牧师来讲道，坐伫耶稣脚前。今日姊妹平安，以及咱伫电脑也是手机视讯头前，这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个疫情呢慢慢过去，所以鼓励咱兄弟姊妹会当倒转来咱的教会来伫现场三堂来敬拜。伫不得的时阵，咱伫厝内底咱用咱的心灵来敬拜。但是较好，咱无遮个其他挂路的时阵，疫情的挂路，咱就来到上帝圣殿。安尼，咱会当甲兄弟姊妹亲自面对面、同心来敬拜。非常敬拜，上帝就临在伫咱的中间。所以也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慢慢倒转咱的教会内面。那今日咱要来继续分享一个题目。伫顶厝，咱会分享伫这段圣经内面讲到马大的服侍。今日咱要讲到玛利亚，伊坐伫主耶稣基督的脚前。这是一种咱对主耶稣基督服侍的一种的形态，也是咱真需要来学习的。咱三甲来祈祷。就是伫即个时，阮会当脱离伫世上无用即个工作生活。伫阮的制度内面，有即个休困的时间2天。一早时有设立安息日，就是会当互阮脱离工作的劳碌，来到圣殿来敬拜，甲厝的人3堂做伙。安尼，阮有安息日，阮嘛有主日，特别会当来到圣殿。因为主耶稣基督你的救赎，阮来敬拜，会当甲兄弟姊妹当坐伫你的面前，同心来敬拜，请主上帝你的会众，安尼你的圣神伫阮自习的时阵，就临在伫阮的中间。敬拜你是何等重要的事，家己面对面，对你领受快乐，领受恩赐。主今日我们也透过你的教示阮的话，也是你伫阮中间设立的一个模样玛利亚。安尼我要来学习，怎样安静伫你面前，坐伫你面前，安尼来亲近你，来服侍你，来听你的声。主恳求你透过今日的信息，来帮助阮来理解，也来省察阮家己每一个人的生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现代人拢是非常无用，这是现代人生活的一种的形态。所以，若是有人对你来讲，你这个人安尼即马用先生吼，无代志做坐伫遐，你可能会真紧张，也是可能真生气，讲谁人讲的？然后你要表明讲你是真无用，我是非常无用，都无用一困吼，是用了都坐你休困一下，互你看到，互你掠着，讲我无用，讲我用先生，非常生气。众人期待咱有这种无用的生活，咱有时嘛借着这种无用的生活来证明咱家己的重要性。我是非常重要的人，所以我是非常无用。用无代志，表示我无介重要。活伫别人的期待中间，还是活伫咱家己对家己的期待内面，无用。这两种规律，催逼咱进入到一个马大的一个工作的形态内面，无用的世界。除了咱身躯、咱手头所看的无用以外，咱的心灵其实嘛非常无用。因为咱有做这个身份角色，咱有做这个承担真侪责任，然后咱心中有真侪这压力，咱来关心真侪事、真侪人，亲像牧师共款，安尼人甲事安尼拢夹做伙，无时无准，咱的心思意念拢是伫这代志。甚至当你休假的时阵，咱的心内伫咱休假的现场，咱嘛是咧计划真侪代志，思考真侪人甲事，咱担心挂虑真侪人甲事，
甚至呢，伫咱心中嘛有真侪即个埋怨，安尼埋怨真侪人甲事。我差不多有那惯势安尼，这嘛是我的一种的形态。这个形态呢，差不多我已经惯势啊，安尼无时无阵都咧想代志。手机常常就爱按扣，不时就爱看覓这奈啦，有啥物代志无安尼？是我要接一个啥物电话？有时你休假的时阵，嘛是你休假的现场，人伫遐，心伫教会。想讲最近有啥物代志无？是真担心讲有啥物代志要临时发生。毋知你的手机有一个 APP 无？我有一个这个 APP 叫做Task。意思就是讲呢，这就是你工作的记录啦，吼安尼。你若想到啥，你就记载伫迄个 APP 内面记载应该做的代志是啥物吼。所以若想到就记一项，想到记一项，那完成一项就删除一项，差不多你若完成一项时，你就搁摊两三个入去，安尼就对吼。所以这个 Task APP 内就常常这待做的事情，所以一项安尼一直加落去。所以呢，其实咱的心思意念，就亲像这个马代共款，无论是咱的工作亲属所做的工作，还是恁的心思意念，拢是伫真无用的状态内面。马代的世界，马赛服塞，有人形容咱的生活就若像呼啦圈，若一个我一定无问题，无论小也是大的，愈大的安尼小了愈欢喜。第二个勉强阁会使，但是咱的生活内面有人形容讲，咱真侪工作，你无可能干一个呼啦圈。如果若一个已经安尼做了，安尼真无顺序，第二个落去，第三个落去时，慢慢有一个问题，你就无法度掌控。你无法度抓到迄个中心，愈侪时候，你愈混乱。除非你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表演者，你来去舞蹈中间看者，哇，这20-30个同时伫遐咧呼啦圈咧说安尼，但腰爱做开来，左心来作用，安尼抓到迄个旋律，抓到迄个重心，安尼你就当捧真济。但是咱大多数的人拢是安尼，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就非常混乱。非常无用，就失控，就规拢放弃安尼。无用，这是咱所爱、咱所习惯的生活形态，还是活伫别人的期待内面？咱伫教会中间常常嘛听到安尼讲到某一个姊妹，你都捌听过？这个人，这个姊妹是教会马代子啊，有无？通常这种话是一种称赞，意思是讲，这个姊妹有非常服侍的热情，伊会主动参与伫教会大大小小的代志，无用伫厨房嘛真够，哇！若咧探访时嘛就热心参与伫探访，在这种聚会现场，拢有看到伊，别人看袂到，伊拢看会到，看到这个事，伊拢会当看到教会真侪需要，插真侪这个代志，所以。伊是咱教会马代子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另外一种有家己称呼家己，就马代也无多落落，比较较属于马代个性，用袂调，就亲像马代安尼遐尼落落劳碌命。通常教会牧师拢是真爱教会有马代，因为伊会当安尼协做真侪代志。有时呢看到真侪姊妹伫遐无用的时阵，牧师会对伊讲：还好教会有你安尼。意思是讲，如果若无你的时阵，牧师就爱孝度兼公正吼。我伫遐侪时间灵修祈祷但是遐侪代志无人插、无人做的时阵，有一个马代伫遮，替咱做这个代志安尼，互咱做者安尼，替咱分担真侪事，安尼，所以咧教会安尼马代愈侪愈好。马代伫厨房咧无用，有人认为讲这是伊的个性，这是咱的理解，伊就真爱落落啊。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时，伊是照着伊的个性，就去到厨房内面，无用这代志，用安尼来接待耶稣基督。然后相对比，伊的小妹玛利亚，伊就是坐伫耶稣基督的脚前，安静听伊的讲话，注目伫伊。所以一方面，咱真爱马代子伫咱的教会无用关心真个代志，但是咱嘛真鼓励咱的兄弟姊妹嘛爱真。
灵修常常亲近上帝，但是实际生活中间，伫我心内面，其实我较爱马代。因为伫教会内面就是爱做代志啊！你若要灵修，你就安静伫厝，我毋知影你有做无。但是教会内面，我是看到安尼马代啊，我真济安尼话无人来无人去，啊，做者代志啊，活动的时候有真济来参与安尼。哦，啊，若要去到外口佚佗时，我先第一个报名吼，即个感觉讲啊，有即个马代伫咱教会内面，常常看到伊的身影安尼闪来闪去。玛利亚伊是安静的个性，坐伫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咱心中可能有一种的困扰。这个困扰就是讲，马代照着伊个性伫厨房遐无用，但是教会遐济工作，需要真正需要马代。如果若无马代，遐尼济代志，啥物人要做呢？如果若无马代，只要伫教会内面时，牧师可能还真无用，校长兼讲经，哪有一个时间会当灵修，会当传道理？如果教会内面，逐家人拢做玛利亚的时阵，啊，变做牧师变马代安尼。都是爱做啊，安尼吼，所以这常常伫咱实际生活中间产生一种困扰吼，安尼。厝内底嘛是共款，拄则咱的思维讲到祈祷一项，啊，我嘛是爱趁钱，我嘛是照顾家庭啊、理家啊、照顾囡仔啊。厝内底就是爱有马代啊。如果厝内底无有太太亲像马代，啥物咧照顾囡仔，要做厝内底代志，甚至爱照顾老爸老母。太太亲像马代，安尼，这是真贤惠一项表现。所以一箴言31章讲到这个在地的妇女人，你看所做的代志，一项安尼，列出足多做内外的代志，安尼做真济这个家事吼，差不多咱即摆想的教育拢做，还要相夫教子吼，然后还要当先生成功的先生背后那一只推手安尼。所以伊让夫妻，伊的先生会当真做社会有重要的人，哇，这个是有效。伊若要完成这个代志，一定非常无用。所以任劳任怨，操劳真济代志，温quyền做工，这是一种的美德、才德的妇女。问题是安尼，当咱看到这个圣经的时阵，咱可能心里有一个困惑，然后。最后所祈祷对马代讲：马代，啊！你为着真济代志操烦、心烦意乱，咱的台语圣经叫做压榨。你为着真济代志压榨，但是呢，玛利亚坐伫遐已经上介好的福分，所以差不多颠覆咱过去实际生活中间的一个认知。坐伫遐，咱要怎样来理解这个代志？如果咱若是个性，马代有马代的个性，玛利亚有玛利亚的个性，然后去做因的个性应该做的代志，安尼搞毋对。玛利亚需要安静，伊着安静的个性，坐伫耶稣面前；马代着较劳碌的个性，去做劳碌的工作，拢是伊的个性，安尼搞毋好。这嘛是因的特点啊，嘛是因的温顺啊，安尼对咱团体拢嘛有利益啊，这是咱理解。但是主要所记得讲。马代，你为着真济代志，你认为应该做的代志，安尼非常无用，心中压榨。但是玛利亚选择上介好一个福分而且我注意一个动作，选择，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动作。所以伫遮，当马代做伊的工作，玛利亚做伊的工作，毋是照伊的个性来决定，乃是一个选择的形态表现。意志的选择，伫这选择的中间，因白白咧做代志，白白面对两项的代志，白白面对两项的情景，然后伊要做一个选择，什么代志是较有价值的代志。然后伊咧选择的时，伊咧选择时间的优先次序是什么？这是选择，毋是个性的一个表现之一。主要所基督对马代讲，如果咱来去探讨主要所基督心态，伊的对话应该是安尼：马代，我真难得来到你的厝，你选择去厨房来接头我，也要互我一顿好食的物件，这是真好啊！
但是就因为我真难得来到你的厝，玛利亚选择坐伫我的脚前，又把握机会甲我做伙，听我的教导。伫即个时机，玛利亚坐伫我的脚前，甲我做伙，这是较好的选择，较好的福分。较好的选择，毋是即个时阵无用来招待我。较好的选择是把握机会，甲主耶稣基督做伙。所以有人描写安尼当时的这情景。马太是主人啊，主耶稣基督来，伊就对主耶稣基督甲这学生讲：恁坐咧吼，恁难得来吼，安尼来到我遮，安尼我去无用，恁怎坐咧？所以伊个神啊，伫安尼出入安尼走动若经过耶稣基督，甲伊个学生边是咧，恁坐咧，我咧无用啊。如果你去到一个家庭中间，你就做真正去来拜访，你去拜访，敢是想要去那食饭尔？我想毋是啦，吼！你若要食饭，咧餐厅足多啊。但是你久长吼，可能行真远的路，把握一个难得的机会去拜访一个家庭的时候，一定是要好甲伊讲话。如果主人逐日讲吼，你转坐咧，无时间甲你讲话，我去无用，我是感觉厨房无用我的代志，这是上介好交代安尼。我想你会感觉讲安尼真虚伪的感觉啦，安尼吼。特别甲你讲话，甲你组织，难得讲话。若要餐厅，若要食饭，你餐厅倒好啊，到恁遮食。但是来讲，无，上介好交代就是在你厨房安尼煮一顿饭。这是马太所认为的。玛利亚无共款，伊对主耶稣基督伊一个较无，一个开始时伊嘛是共款去到无用遐，去到厨房无用。但是呢，伊咧看这鼎碗的时阵呢，轻轻锵锵，但是伊心思一直咧注意客厅的动态。伊伫遐去真注意去听，到底耶稣基督咧讲什么代志，讲的内容是啥物。所以可能愈听的时阵，伊的骹手就愈慢，因为注意咧听。三不五时啊，伊要拍物件，还是要刷电动的时阵，可能经过这个厨房的门口，去遐探一下。去遐看一下，去遐味一下，因咧创啥？但因为心中真大一个羡慕，真注意听，然后真爱去看到主耶稣基督，所以伊慢慢所有动作慢慢就倾向，慢慢就专注伫客厅主耶稣基督以及伊所讲的话。安尼，伊慢慢一步一步，受到吸引，去到客厅。规段放咧，伫遐主伫主要做基督，注心看伊，然后听伊的声。那并毋是伊放弃伊家己的物件，那是有较深的一个羡慕。伫迄个时阵，伊羡慕甲主要所基督做伙。我嘛经过即种情景啊，吼，有即种情景中间，突然间世界失去伊的声音，毋是听无，所有的吸引力拢专注伫咱主要所基督。那是一个真美妙的时刻，之前捌著讲过。那就进入到一个非常安静的世界内面，专心注目伫耶稣基督身上。食饭时间到，完全嘛袂去想着枵要食饭，敢若想要专心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安尼享受圣神所带予我进入到上帝同在内面。这就是这种情形。但有一种吸引力超过外在这一切时阵，安尼咱就放下咱手头中工作，去到迄个所在，羡慕享受伫迄个时刻。这就是玛利亚，毋是推卸伊的责任，乃是主要所基督有这种真大吸引咱伫咧心上，互伊真深的羡慕，去到主要所在当做伙。大学的时候我是读社会系吼。1年的时阵，我就去到教会参加一个团契。迄年要结束的时阵，这个团契内面有4年的这个学长，伊就有这个学弟吼，就要毕业要离开团契所以就写一个写卡片互因，但勉励安尼。我感觉迄真好，真疼这个学弟。我收到是安尼，就迄句，常常有送乡人甲恁做伙。不过，我无常常伫恁中间。
我看即句话时阵，我就开始想，为什么伊写即句话互我？毋是讲足熟练的话，常常甲上会用甲恁做伙。当咱亲像讲，我是读社会系，将来我的工作可能就是甲关怀社会，然后甲这社会弱势需要关心的人做伙。第一来看，这是弱势的人、丧向的人，这是你的工作，平常时爱做，无用咧做，只不过你爱把握甲主耶稣基督做伙时间。所以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感觉这个学长，我这么想起来，记了真条，感觉这个学长真用心，嘛是安尼，真理解信用的代志。无用真个代志，做咱应该做的代志，咱的工作、咱的职业，但是毋通袂记哩。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阵，咱会把握甲伊相合做伙时间。所以伫这个时阵，我相信这也是玛利亚伊所做，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欢喜。伫我宣教过程中间3年半，伫外面宣扬上帝福音。但是这个无用中间，这是咱圣经内面记载，我第一遍来到你的所在，真无用，难得来到你家。主耶稣基督讲，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无常常伫你这个所在，所以就要把握机会甲伊撒旦做伙。这就是玛利亚的选择，毋是个性，乃是选择。看咱心中所看重的是啥物，看咱所选择的是优先是啥物。这是今仔日玛利亚伊做出上界好的决定，也是领受到上界好的福分。上界大的福分就是坐伫主耶稣基督的脚前，意思就是咱要用主耶稣基督做咱生活的轴心、中心。头先讲到富拉圈，咱多数的人，咱的工作职务拢是真多，而且愈侪愈好，安尼。因为愈侪工作、愈侪职务、愈侪责任，愈表示我这个人的重要性。所以，当这工作一件一件，人加天互你，还是你家己去成就的时阵，当然咱该努力，那个尽力，互这所有承担一切继续来运转，咱的生活继续会当转动，那像咱咧摇这个呼啦圈共款。这中间有到一个程度，如果伫你日常你进行的工作内面，突然间有一个较大的工作、较大的变化、突发性的事件临到你的心上的时阵，失去一个重心，失去焦点，安尼时阵可能整个你就崩溃掉，安尼完全失控。如果你若是要这运作，你来把握，你是毋是有够个的决心、坚固，安尼有够气力？当我咧看这影片吼，这个写这个呼啦圈的时阵，哇，毋知几个人落去咱20、30个、30、40个，规身躯拢做呼啦圈的时阵，哇，若要写这叮当时，这人的腰爱真有气力，该真稳，安尼掌握迄个滚动的旋律，靠法度，安尼。咱到我都安尼，你的左心有够气力无？你的左心有够稳定也无？常常你若去到这个游乐场的时阵，有当时嘛是共款的旋转的飞机，机跳作用真粗，安尼周围这个飞行机咧放的时阵，安尼伊较袂失控。你若左心安尼偏出摇动的时阵，根本无法度写叮当。现在真正无摇的时阵，遐侪呼啦圈伫你的身上，遐侪责任伫你的身上的时阵，安尼你有法度去掌握、去控制整个会当顺利运转啊袂？如果你心中有产生某一种操烦、挂虑、心烦意乱，像马仔共款压榨的时阵，可能要思考，咱是毋是需要重新调整咱的优先的顺序。我咧常常陷到到这种的问题内面。最近我常常咧看，老总是一寡旅游，安尼，若看到要倒佚佗的吼，咱感觉讲来当去毋知偌好咧，安尼。最近咱有一个兄弟去环岛骑摩托车，我逐工都会看伊的记载，安尼，去到倒位啊，去到南部，去到恒春，翕的风景都足水的。我希望讲我会当伫遐，我逐工都来按赞，
表示讲这嘛做希望我想要做的代志就对了呢。为什么烦？希望我会当讨棒安尼吼，对这无用的工作中间脱离起来。姊妹，我相信咱也是共款。问题就是讲，伫这种情形内面，你有亲像巴利亚共款，会当愿意脱离厨房的工作，将手的工作放下，你伫遐重新坐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听伊的话，啊无？这是主耶稣所期待的、所听候的，也是咱所需要。所以，主心徛坐伫主耶稣基督的面骹前，就是咱生活愿意用伊做咱的中心。坐伫主耶稣基督的骹前，也表示咱知影工作甲礼拜、甲崇拜中间的一个差别。工作有时阵，坐伫耶稣基督的骹前，专心甲伊相同做伙，嘛有这个时阵，这是咱礼拜的时间。所以呢，这是真做咱每一个人生活中间非常重点，伫无用的时阵，真做咱每一个人生活一个宁静安静的时间。咱得思考家己，你的生活有重心啊无？你的重心可能伫你活来工作中间，你去操烦真济代志，特别是先天下自由而忧。可能甲我共款拍开电视、拍开手机的时候，一直看新闻乌拉克苏联的去战争，上战书这年安尼烦恼来斗，烦恼这个代志，最后是安尼乌拉克这年安尼。所以这样代志虽然离咱真远，藏伫咱的心内。这年咱关心经济，世界经济可能影响到你。因为世界经济可能影响到你个人这个理财，你若是较国际性的一个工作，可能也是你要了解世界性的经济变化。这样代志放伫你的心内。你可能关心伫教会事工内面，安尼，你可能关心你家己的健康，你嘛要关心你家己儿女的未来，你嘛要关心教会内面的代志这个人，啥物人病痛需要去探访。所以呢，咱常常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闪来闪去，然后你敢毋知影讲，咱着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安尼常常安静灵修祈祷吗？安尼较侪时间坐伫面前，我嘛拢知啊。但是这一个代志一件一件来先，咱就无法度安静落来。所以坐伫遐无到5分钟，咱的心思意念拢充满伫世界这个事。当这世界事来的时阵，咱的心思意念，甚至咱的动作，或者扭去，或者扭去。所以咱的扭去，敲一个电话，咱来互扭去电脑中间读一寡册，扭去要安怎来写工章，这常常爱。所以这毋是咱的分段，甚至这是咱真好一个品德、温顺，然后责任，然后有一项事。咱对主耶稣基督讲：主啊，我是真无用，嘛会当放下，可能要搁等几年，然后退休时阵看卖安尼。主啊，我遮尔无用咧服侍你，遮尔责任，安尼要去佚佗也无通去佚佗。樱花季的时阵，逐工就看到讲对偌水，对偌水，都无法度去。旅游的时阵，就常常看到对风景水安尼真好所在咧介绍，都无时间去，遮尔无用。我有这个服侍责任，我嘛无时间坐伫你面前，安尼，甚至服侍主耶稣基督，成做咱的借口。就咱亲像咱有时替马代替他打抱不平，马代呢，那都无用来咧服侍，但是厨房的工作，服侍耶稣的工作，真到将伊对耶稣面前。扭开，互伊甲主耶稣基督拉远。到尾伫服侍中间，互咱无用心，互咱离开主耶稣基督愈远。当咱真心来尽咱的责任的时阵，互咱甲主耶稣基督愈远。这真做一种的借口，也是理由讲主啊，我无多亲近你，因为我咧尽我的这份来服侍你。这无一定是一种的分担，但是时间如果若是一个资源，
安尼，咱要怎样来使用咱的时间？这是一种的选择。选择用什么方态？用选择用什么方式？照你所想的，还是照主要所基督所期待，做出一种的选择。何西无用颠倒，互咱停留伫厨房，无法度来到客厅，甲主要所基督三千军。如果咱若是无法度，互主要所基督成做咱生活一个中心的时阵，有可能愈来愈乱，心烦意乱，心中压杂。有一句话叫做“油尽灯节 ”（burn out）。所以，戴德生伊就安尼讲：，咱每一个人拢有拄着代志啊，拄着试炼，咱也毋知影当时压力会来，咱当时迄个突然间的事件要临到咱的心上，伫什么时阵会临到？但是，这来的时阵，会真做咱甲主要所基督的一个阻碍，也是互咱搁较瓦根咱的主要所基督。所以，这也是马大甲玛利亚所做出的选择，选择伫厨房离开客厅，也是选择离开厨房进到客厅，来到主要所基督的面前。主要所基督真无用，然后甲伊的学生无用了后，伊对这学生讲：“你们与我歇息片刻，甲我相同歇困。”然后伊的学生就看见耶稣基督，安尼远远伫遐甲上帝祈祷。逐种的召唤，拢互咱讲来无用吧？逐种的工作，拢伫遐对咱有一个呼唤，来无用噶？你无时间坐伫遐。这是即种马大对主耶稣基督讲：“互玛利亚离开你的身躯边，来到厨房啦，甲我做无用吧？”敢是拢安尼？常常也好在呼唤我们，所以基于责任，基于咱家己的重要性。来感觉讲，好开始无用。主要说基督无休尽咱的生活，咱的努力，甚至是真肯定咱的服侍。但是伫某一种的选择，伫某一种的时机内面，主要说基督讲，伫你所无用的代志、参与无用的代志、所得到做的代志中间，只有一件独独真重要，袂当欠缺。就是坐伫耶稣基督的面前，这就是整个生活的中心，这是你的重点，这是你优先的选择。所以，而且咱要对玛利亚学习，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渴慕，愿圣神使咱有一个渴慕的心。咱对圣神讲，圣神啊，恳求你将这个渴慕的心放伫我的内面。我现在无用，我嘛真惯死无用，我要脱离这个无用生活，这种的 tempo 啊，真困难。但是主，恳求你的圣神帮助我，圣神互我的心会当对主耶稣基督一个羡慕，互你起面。第二，你若要领受到真好的这个福分，上好的福分，你必须要拨出时间、空间。你要有这个时间，甲主耶稣基督相同做伙时间，看伊、听伊、甲伊讲话、亲近伊的时间，这是每一天咱所需要做的。找出你安静的时间，拨出时间，搁到某一个所在。这个所在无一定去到深山哪来，无一定去到修道院内面。这个时间就是你的心灵，你的内心找出一个安静的时间，固定的时间，你内心就是迄个空间，一个安静的时间，甲主相同亲近。实际问题就是，当咱要做这个选择的时阵，你可能真需要意志的战场。所以，通常你的经验内面，我要学习开始来学习来亲近主，坐伫遐，你发觉你的意志有真大一个拉扯、挣扎。咱已经真无用伫咱的工作外在，以及咱心灵中间的落落。所以，你必须要真大意志对抗，安尼咱慢慢会当对。外在这个呼唤，就咱扭开迄个动作中间，重新扭倒转来。有一个辅导专家伊安尼讲：如果咱若知影要怎样自行
看咱的上帝，看咱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若是自信看咱的耶稣基督，你就会当看清其他的代志。如果你若当自信看咱的主耶稣基督，用伊选择伊做你生活的中心甲优先，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你会当看清楚，到底你的生活中间，你的重点、重心，你上界重要福分是甚物？这就是玛利亚，伊选择上界的福分。后来性命变得较好，因为伊的选择，安尼主耶稣基督讲，伊做一个真好的事，选择真好的事。记载伫遮，互咱来学习，行伫这玛利亚的脚步内面。咱三甲来祈祷。主，你嘛伫对阮每一个人呼唤，世界咧呼唤，阮进入世界内面，无用付出、劳碌、压力、责任。但是你咧呼唤阮每一个人，会当暂时放下一切，优先来到你面前，做出上界好的选择，选择上好的福分。这就是玛利亚所呼唤的模样，也是你所欢喜、你所称赞伊的。这嘛是阮每一个人的需要。安尼，我当脱离伫世上真侪这颠簸的事、操烦的事、压榨的事，凡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坐伫伊的脚前，对伊领受亏难。安尼，我会当享受甲伊三甲同在片刻安静的时间。也主耶稣基督做阮生活的中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三甲来吟回应的圣诗第610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耶稣，我心所欢喜。我
告别。一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由17日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贝拉多林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天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伊要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上头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谢谢，这是要来举行圣礼典，咱要来唱圣诗355首。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啊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请听主耶稣基督对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擘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所以照伊的模样来先来感谢上帝。所以阮伫遮设立杯甲饼。
表明祝你成功为着阮拍破，你的宝血为着阮来流出，你伫神家完成救恩，表明上帝对我无变疼。透过八角饼，原在主耶稣基督你的牺牲流血，我已经有份伫你的救恩内面。上帝啊，每一遍当我食这个饼、啉这个杯的时阵，我是加疼，是你加疼，搁一遍充满伫我的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基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基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三角来领受。食了后，也阿飞讲，这杯是信用。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你若啉的是，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娘意外会所设立的。伊若啉的是就行，安尼才会记念我，这个三角安尼是。你逐摆食这个饭啦，用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咱众人32年，我一边来感谢。主，我已经领受这个八角饼，我已经领受伊的救恩，救恩伫你神的国度。上帝啊，常常透过圣神，毋若伫这个时阵，每一个阮亲近你的时，你的圣神就将世界正启示伫阮的心内。我看见伊。受你感动，受你激励，安尼，阮通献上家己，成做上帝你的器物。利用你的宝贝，将阮买赎倒来，阮上帝你，阮敬拜乃是理所当然，菩萨你乃是理所当然。安尼，我当常常就赴你的面前，领受恩典的喜乐，正做你神的器物，菩萨你。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施献同工，请大家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收奉献。
无欠缺，咱将担保的钱奉献伫主面前，求主使用，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会众请坐。即时来报告。本主日，感谢方东立长老伫个华语的礼拜讲道。主日2档个礼拜举行圣餐、圣礼典。第五礼拜举行妇女的主日，感谢妇女团契，甲今仔日主日参与的各项事工。第五礼拜煞后有中集会伫个607的教室。过来，我要请东立长老来补充幸福小组的事工。各位兄弟平安吼！咱教会对即个月开始要推动幸福小组的即个事工吼。阮伫顶礼拜，顶个月差不多有2个月前吼，开始就有做事工，即个幸福小组事工的同工训练，已经训练5、6遍过啊吼。所以对即礼拜开始，阮就要推动即个事工。幸福小组的事工，就是咱传福音上大的利器啦吼。幸福小组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互遐个毋捌上帝的人来捌上帝，遐个无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福音的人来相信耶稣。这就是幸福小组唯一的目的。这嘛是咱做一个基督徒上重要的一个价值啦，上重要一个价值，嘛是咱上帝教示咱听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所以幸福小组，咱透过幸福小组这个平台吼，这个平台要来推动，互较侪人来相信耶稣。那伫阮推动的过程内面，可能阮的目标拢是遐个无信主的人啦。若讲有信主的，假使讲你即摆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啊，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你欢迎你会当来做阮幸福小组的同工。啊，毋过阮要传福音的目的，遐个目标，拢是遐无信主的。当然，阮搁较欢迎你会当将你的朋友、你的亲人，遐无信主遐个人，会当带来到阮的幸福小组，互阮的幸福小组经过十场的一个聚会，吼教台，互因会当有机会来捌上帝，来相信耶稣。所以这是安尼。啊，伫阮的聚会过程内面，阮会备办一寡食的物件来招待这来的新朋友吼。搁甚至搁准备一寡礼物吼，较无平常的礼物来送互这朋友。这拢需要一寡经费啦，拢需要一寡经费。所以伫阮过去，因为阮伫今年一年内面，阮并无编这个经费吼，很无编着。所以阮希望咱的兄弟姊妹，大家共同来支持这个幸福小组的事工。所以为这个幸福小组的事工来奉献，来支持，互咱教会对这个幸福小组的推动，会当有好的效果，会当求上帝的祝福，互咱公园教会会当搁生团哪济，搁会当互公园教会会当互遐个毋捌上帝的人，无相信耶稣的人，拢会当即摆到教会咧，互咱教会搁会当搁较快速的一个成长吼，一个成长，会达到咱的耶稣基督交代咱的大使命吼。以上的报告到这，谢谢。
这是最近伫咱台湾也是全世界中间来传录音真有效果的一种方式。小组互伊受邀请入来的人，会当伫这小组中间会感受咱的热情咱的听然后呢也伫这个小组中间，因咱明白主要所基督福音，所以这是好一个福音性的工作。甲过去的这个布道会较无啥共款吼，所以呢，这个超过这个关系这个友谊对因表达真亲密这种听。那所以呢，咱为着这特别来祈祷吼。如果咱是咱的身边，就是讲咱兄弟姊妹，还是讲咱亲戚朋友，你也感觉讲足爱伊安尼信耶稣基督，都毋知要安怎对团吼。嘛会当介绍推荐，互咱的幸福小组的同工，安尼邀请因，当然嘛爱陪伴因啦吼，来到小组中间陪伴差不多2个多月的时间吼，做伙安尼做伙来感受到这个幸福小组内面迄种幸福、迄种的听以及对上帝的认识多谢董理长老甲牧师的补充。过来，咱即个第5项吼，迄个创世纪查经班伫咧拜二下暗7点半1楼举行聚会，主理是徐小阳长老。圣歌队也要开始练舞曲节期、受难组，搁偌济献诗，欢迎兄姐做伙来练诗。献诗甲服侍，请参加的人会使甲队长来报名。队长是耀正兄弟甲副队长雪茹姐妹联络。双联团契伫咧4月13到15举行台东慈善的即个灵修活动，欢迎会友会当参加，内容会使家己参考。需要2021年的个人奉献的证明，也请伫咧1楼登记。具体报告请牧师补充，谢谢。咱去台东吼，这个少年团去台东咱知影台东慈善吼，咱的李文义长老一定要去有民宿，差不多要起好啦吼，安尼所以希望4月去的时候，就差不多会当负着伊开幕的一个时间。去到我先做一个家庭礼拜，希望是安尼啦吼。顶过年时我有去台东，安尼差不多整体性拢好水电嘛拢申请着吼。是到尾后，搁一寡只11月落总这问题啦吼，安尼所以希望安尼4月时阵已经好，伫甲因做伙来庆贺。杨聪明弟兄的妈妈，迄个严景英姐妹吼安息所以咱已经开会开煞要伫这个追思特定的聚会吼，伫遮吼，迄个杨聪明弟兄伫我后壁迄个所在吼，安尼为什么伫新德教会举办迄个个别礼拜呢？因为杨聪明弟兄伊的爸爸妈妈拢属伫迄个新德教会会籍所以这是由这个新德教会来办理。牧师是新德教会小会议长啦吼，嘛是去遐主持。兄弟姊妹嘛当准备心咱来参与吼。所以伫即个3月25嘛有一个家庭的追思礼拜，咱若过去有参加就知影咱做进行的方式。去虽然是家属本身做主，但是咱兄弟姊妹去参加嘛是对因来一个支持吼。所以咱伫这个即个系列吼咱会当来安排即个参加的即个时间。那顶礼拜日伫台北也有即个马街来台湾宣告150周年的即个庆典的礼拜拜六甲礼拜拢有。所以你若无去就足爱看即个即个内容咱就去到 YouTube 你若拍入马街150周年就拢会出现安尼所以咱会当看进行的内容安尼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即个这期这个庆典呢，其实这政府这边也真重视，也真肯定马街伫咱台湾的贡献。所以蔡英文总统以及呢这个北部大会相关的这个首长，比如讲新竹、新北、台北、宜兰、花莲、台东这个首长呢，有录影，是现场，是录影来祝贺所以这是一个台湾性
台湾、全台湾对台湾的贡献所产生的一个真好的见证吼所以咱去看这个内容。请咱大家来吟祝福初信的诗，愿全能上帝。吟诗山车牧师祝祷，请大家起立来吟。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你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